咱台湾的基本工资是已经连续10档来调悬，也每年有可能会超过3万。不过，煞出现讲这个薪水啊，感觉有公平无公平的问题，可能进一步来引发资深的员工对公司无认同，甚至来离职。好，现在安尼，咱甲时间交互慢点。是主播，咱台湾的上计工资是已经连续10年调悬，也每年是有可能会超过3万块。就连算点钟的薪水嘛，有机会会超过200块。也这对劳工来讲，敢是一个好消息。根据主计总处上新的调查，以2025年来讲，每一个人逐个月平均的支出大约是28513块，也这甲上计工资的28590块比起来是非常接近。这也代表讲，领上计工资的劳工，若是因的开销甲全国的平均是差不多的，安尼要欠钱，恐惊就有较困难。若是咱搁较详细来看，这一般的劳工还未满30岁的，因平均时的薪水中位数是无到32000块。若是这30岁到39岁的，就算这工作经验已经有几落年，不过大多数的人也是领无到4万块。为这咱就会当知影讲，这个人的所得平均会超过6万块，是因为有少数的人赚较济。对食人头路的劳工来讲，虽然这上计工资是有调悬，不过若是生活伫咧消费较悬的地区，亲像湘北或者是新竹，因干那领上计工资，恐惊嘛是无啥好过。有领的专家就表示讲，对刚出社会的人来讲，上计工资调整有可能会影响到因的起薪，这是无毋对的。不过对遐已经做几落年的员工来讲，因事当时的起薪就是3万2左右，就算有豆豆伫咧加薪水，嘛会感觉讲已经强要去互上计工资甲拼过啊。而且因的薪水袂因为上计工资调悬就对咧增加，会当讲是看会到食袂到，可能会感觉无公平，甚至是想要离职。以上就是今仔日的解剖新闻，咱将镜头交转给主播。